像那个是什么？今天要讨论的吗？对对对，没关系，这个是架构了，我们还是讨论内容。对，哎，还有啦，第一个阶段大部分来对法律最大可能是这样啊，按照我们的法律最大好像是这样的，越来越接近了，这样哦，因为毕竟这个是借着这个海明收集资料的那个经验哦，还有靠大家的集思广益哦。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后面的事情呢，我们请凯明老师继续讨论我们下一个讨论的项目哈。以上我们就把这个就请给凯明来主讲哈。好，我讲到这边，祝大家顺利哈。好，谢谢小白老师。小白老师，你怎么改用切换到中文呢？我来用阿妹少了。没关系，我们结束的时候再用阿美语这样。那个，我们今天呢有2个重点呐、第一个重点是那个我们要确认哦，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邀请各位编辑委员上节目啊、然后去讲述那个阿美族的历史。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那个确定每一个编辑委员上节目的主题哦，你们可以自己选啊。有的人可能喜欢讲那个语言的，有些人喜欢讲考古的，哎，有的喜欢讲民族文化的，有些人可能喜欢讲 DNA 的，哦，都可以按照你们的那个还有那个路径，对，还有那个理解的路径。程度哦，跟你们喜欢讲的内容，来决定。那第三个就是说，一般来讲哦，你就自己要上节目哦，尽量你自己准备10个问题，你的节目就是把那个问题交给那个主持人，那主持人就问题，你就回答那10个问题，这样就会比较简单啦，而且比较清楚。我快速的讲完，大概是这样，有没有问题？喂，可以吗？可以啊。神龙哥，因为可以他刚刚赖我说他等一下才慢一点上线，他在办事哦。那我们就大概现在大家先讨论一下，每个人都要上节目哦，没有上节目的人不能当编辑委员哦。哦，那我们现在先给各位几个方向啊，看你们还是你们提出你们比较想讲的主题哦，我们就一个一个。稍等嘛。你要讲啊，少好啊，我就打上去哦。哎，松林大哥，你讲啊，少你要怎么讲？把接下来啊，我们这一次讨论的那个路径啊，怎么进来的，什哦，么时候进来的？你要讲那个巴吉大的那个航海。接下来有军医黑暗啊，还有什么拉朗个啥，OK，好达里萨干了，还有达里萨干了，那些的路径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讲一下这样。，OK，哎，好，松林大哥很快就有题目了哦。有了，我很早就找到了。好，我们先讲先赢哦。现场还有谁？我看一下，信燕、小白老师，马里盖老师也上线，马里还有盖老师，金川老师。你们先讲先赢哦。对啊，先讲先赢哦。也可以，其实不用，有时候你不用讲这么，怎么讲，不用讲范围那么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有讨论那个什么航海技术啊，这个也可以讲，就是一个小单元，主题不用那么大。哎，
有没有？我一个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用聊天的方式嘛，爱豆。看有没有？我们先看，不然我们请信燕呐，信燕先呐。啊，对，信念资料蛮多的。信燕，你想要讲什么主题？我想不出来啊，你可以想，信念，不然你先挑你比较有兴趣的，你哪一个比较有兴趣？还有什么主题啊？很多哦。路线啊，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都可以算是那个主题啊，像航海技术啊，或者是黑潮啊，或者是那个什么菲律宾那个什么，反正就是我们提到的，你想要讲深入一点都可以。哦，都没有方向，虽然说很多。没关系，你先想一下哦。等一下你想到的时候再提出来。你们先思考一下，先请马尼盖老师。はい。哎呦，Ataku. Tatway na sila malataw. Iya ni, ayah, Railisan ku demak那边收信不好啊，收信不好。还有听了我听呢，我有听那个 WiFi，我有听记录了，那个三次的 YouTube 啊，不是三次那个三次的课程的哈，我有听了，还蛮 nice 的，要上那个96.3层的。Alian sana, uman ko cuti kini saan kami pa ini imat ini. Ya kapanan sungai tu. Apakah wudu itu kena mau ada makan ni? Alah ya, menguduan tera na, hulu lancar 用聊天的方式来tu. 那个不要太紧张，阿拉喊出个主题出来，用聊天的方式就 OK 了。是了，也是要很正确的主题来讲的话，会。伊拉古罗主题是哪个？就往那个方向好了。你先想，你可以先想你比较想要讲什么主题的，你比较有兴趣的。你现在我们这几次所谈论的这些其实很多项目可以讲，但是。也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我只想说更深入的知道我们阿美族的那个入境啊，以及航海的这个技术这个都是我很想要了解的了。那这个方面也没有很多的深入的这些资讯，所以我想从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来进一步认识了。那个老师，你不用担心哦。如果你挑一个主题啊，我会帮你把资料汇整传给你看的。马爱个狗。升龙哥举手，升龙哥请说。你上线了。升龙哥请说。我说好，因为我在开车。我想说建议那个马里盖老师。看看要不要讲的诺亚烧？加个，马里盖老师，看看你要不要讲那个亚烧的？亚烧是亚烧是那个刚刚那个松林老师要讲的了。哦，因为其实亚烧还蛮好讲的。哦，马巴塞多了，马巴塞多。松林老师那个保罗老师他讲的比较像是路径听起来比较不像亚少。我是对，我是讲那个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进来的呀？集团呀，你那个比较像是路径啊，我给你分路径，你那个比较不像是亚少。那个亚少我给你们引导一下我怕你们。因为亚少你要先从什么概念呢？我们记得龙康以前有提到3颗石头嘛，
会形成一个把 roth 对，一个灶，然后就变一个灶就一个乳骂嘛，就会成立一个家庭啊。是3个乳骂会形成一个雅少，就是说我们讲雅少要这样讲那你要把它区分得很清楚雅少比较不是在讲迁移的路径，雅少比较是说形成的过程。那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那个我们有发现阿美族4200年进到台湾之后，然后4200年一直到3400，甚至到后来的铁器是到2400，这一段期间阿美族的母系的 DNA 多了很多，就是说它的 DNA 特别是母系的很不单纯，它有了一大堆其他族群的妈妈的 DNA。我们在揣测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就是4200年的时候，阿美进来的，我们不是有提到有疟疾跟那个洪水吗？他们往高移动，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动到高山，那很多人还是停留在那个平地的那个环境那一些人后来都有可能跟阿美族进行交流，甚至到最后的通婚。所以才导致那个阿美族的母系会有这么多的 DNA 的，所以我们的雅少为什么会这么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母系的来源。我们阿美族进到台湾哪里有那么多女生，所以我们有可能跟很多不同族群的那个女性做结合，然后产生新的下一代，那就变成新的雅少那如果你要讲雅少，要像我这种讲法，那个马里盖老师这样子讲法可以吗？对，我认同你的说法，因为我所认知的是五大雅少了，这5大雅少也分布在这个恒春还有马兰嘛，还有那个小白老师他们那一带，还有中部这里到这个南势阿美这里，这个五大，我认识的这只有这个5大，然后至于何时被就是分出那么多的那个雅少就如你刚刚讲的一样，母系的因素，其他族群的母系的因素而造成很多的雅少，因为我们是母系社会对所形成的嘛。所以我知道的是这个五大的这个最先的5大雅少落居在这个台湾的分布，在我们这个五个地方了，我是知道这些了。那你对这个，你对我刚刚讲的那个内容有兴趣吗？也很有兴趣，我想说那你就讲这个嘛，因为松明大哥讲的比较是指雅少的迁移路径他比较不是在讲雅少的起源跟发展，概念不一样。对对对，那个我会帮你准备有一个地方我们之后讨论了，就是说平埔族的形成我大概知道原因了。平埔族的第一阶段形成是阿美族跟那个什么高山民族没有到高山的民族什么叫没有到高山的民族？就是停留在平原的那些高山民族，他们以前就不是住高山啦，是4200年后才住的。后来4200年有人移到高山，有些人没移。第一阶段就是阿美族跟他们互动。再来，阿美族互动之后，各族也在互动，也就是说，布农跟台湾跟泰雅跟鲁凯就是他们之间也在互动你从他们的 DNA 明显可以看出，他们也有这种母系在串流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个母系也有在移动的现象。然后到最后一个阶段是第3阶段，就是那个汉人大量进入台湾的时候，就变成他们多了所谓的父系的 DNA 然后进入到后来的我们讲的跟阿美族通婚的，还有跟不同族群之间通婚的，然后加上汉人的基因又大量的进来，
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埔族，所以整个阶段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平埔族他其实本来是高山族的成员，后来他跟阿美族通婚，而彼此又通婚，然后再来就是汉人又进来又通婚，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埔族，为什么他们的语言就是没有很清楚的被记录下来？到时候我会给你看一张图哦，北部的平埔族的语系啊，有一个学者啊说他们北部的平埔族的语系大部分都是泰雅族的，泛泰雅族的语系，很好玩，对不对？是啊，刚刚你说到他们跟平埔族跟阿美族是有这样的交流，那后来现在你的认知就是说，北部的平埔族大多都是泰雅族的泰雅系统的，哦哟，对，南部的平埔族大部分就是台湾鲁凯系统的布农，然后又掺了一点阿美。难怪有一些黑，难怪有一些黑的人，比较黑的平埔族。像我们讲的马卡道跟西拉雅，有时候比较肤色比较深啊。然后你看北部的平埔族都比较白，然后你看那个后来汉人又进来嘛，又把他们再混血一次，所以为什么他们的认同度那么怪，就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要认同谁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资料我会帮你准备到时候你讲那个雅绍的时候，可以延伸到平埔族的起源，你觉得怎么样？试着看看啊，因为也要很清楚这样的一个世代的交流，也要有很明确的，不然糊里糊涂的说也。对了，那个星海老师或其他，你们不用担心啦，我们是团队啦。只要你要讲这个主题我们都会尽量一起帮你把资料备齐，就这样啊，你就是把资料的内容消化掉，去上阿里样的节目讲就可以。这样可以我试着看看呢。那我去抢的巴洛的那个巴洛老师的，没有，你没有抢他的，不是，你没有抢他的，他讲的不一样，他讲的是迁徙，他不是在讲雅绍路径，你的是起源不一样，概念差不多。试着看看呢。如果他讲的东西比较是最近那个森龙哥在节目，森龙哥那个节目，我们的节目蛮多人听的，他那个节目，对啊，我看最好的名次就是上一次的那一个节目。最近这个节目还没有排行上一次的209集的节目，我看那个名次最好是第2名呢，但所以他蛮多人听的，我觉得。还有第一名过，第一名我知道，之前那个讲那个巴塞语的那一集有第1名啊，我那时候而且还蛮久的，那一集在第1名还蛮久的，206之后了，都不错，很多人听了。名次越，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你们上去讲啊，让你们那个跟大家互动一下。哇，讲得不好会让族人不会啦，人说的。森龙哥讲得不好，森龙哥就会帮你做后置，然后又不是有后置，有后置。哎。baru sih nggak itu。有的翻不出来。星海老师，那你这个准备的方向可以你就是主要是讲阿美族的母系社会啦，母系社会就是雅绍啦，那我们就从雅绍一直讲到那个平埔族的起源，这样可以吗？好，试看看。OK， 那我们回到松林大哥的松林大哥的话。我们厘清之后，那你要讲的迁徙很多你要讲哪一种迁徙？是海外的迁徙，还是进入到台湾的迁徙？进入台湾的迁徙可以。我有一集是龙康讲的那个迁徙他讲得很精彩。龙康有一集讲迁徙，我把那一集传给你，你认真听那一集其实他讲了很多秘密。
那一集真的很精彩，只是可能大家没有反应的，因为他那一集把那个什么巴黎绕的路径啊讲得很清楚，那一集真的，我们把它，反正那个龙康也已经节目里都已经上传了嘛，你再根据他的路径哦，把那个我们讲的南方的那个雅绍怎么进入到北方，然后他们进入到哪一些部落，那怎么样跟北方的雅绍进行互动，它其实很精彩。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搭配一些那个 DNA 的东西去做对比。你知道之前那个学者都搞不清楚那个汉本遗址啊跟崇德遗址那边到底住谁，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最近不是在看那个 DNA 吗？我终于知道是住谁了。真的就是住南方系统的雅绍，里面有拉兰厄斯啊，也有那个达里萨干，他们就是比较多是南方的雅绍往北方移动，所以你在那个汉本遗址、崇德遗址那边，你崇德它没有秀出来，汉本那边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南方的雅绍。没关系，松林大哥，我就先大概你这个方向大概就是说。南边的雅绍往北边迁移这一段，你 OK 吗？南边的往北边这个迁移，好，我对 OK 了。那个我再把那个龙康那一集的那个你仔细听哦，因为他那一集讲的很细，而且他把那个巴黎绍的整个路径，他甚至自己去做填调。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有点。无私的把他的资料献给我们了，他那个资料应该还没有发表。好，那你就仔细听他那个路径哦，因为其实我们讲真的，北方的雅绍比较没有什么改变它的环境啊，应该就是说北方没有天敌啦，那南边又有排湾族，又有那个卑南族他们无时无刻不被那些民族骚扰他们就一直往北边移动嘛，所以变成他们移动的那个频率远比北边的雅绍还要那个频繁，跟范围也比较大。对，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个南边的雅绍的迁徙的路径特别是达里萨干这一支那个小白老师那一支，小白老师那一支。OK， 松林大哥可以吗？我们把我怕你准备的方向会搞错因为你讲的其实不是雅绍本身是雅绍迁徙的路径我帮你把那个名字定义的比较清楚。好。南方雅绍迁移的路径好。对。好。可以可以了。我们一般来讲，那个以龙康的角度，他都直接叫巴黎绍了巴黎绍板炸这个名字我第一次这样听巴黎绍板炸。他很多板炸不？还有那个什么，他还有什么那个？不是这样子，很像把巴黎绍排除在那个板炸以外才会这样子。对，还有什么板炸，他很多嘞。对，好 ，OK。我们那个松林大哥方向也比较明确那个星海老师的话，你们不用担心只要题目一定的话，我们就一般来讲我是希望那个问题导向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主题我们至少准备10个问题，至少你可以准备到15个，甚至到20个我都不反对。那10个问题你针对每一个问题做清楚的回答那这个就是你的访谈大纲这个大纲就可以给申龙哥再跟你在节目上面的对话一问一答，就方便他用问答的方式那你的回答也可以比较有逻辑性的陈述因为毕竟我们上节目嘛，就是让那个听众比较能够清楚听到你的那个描述跟诠释的逻辑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导向的感觉。好，我们再下一位
金川老师，金川老师，有，哎，我在。哎，金川老师，你有没有想要讲的主题？如果说逆风技术或是航海技术，应该在收集资料，应该我还可以去深入了解因为这样的。我最近也在讨论这个研究这个哈，好啊，逆风航海技术。是因为这个我蛮有兴趣的，这样逆风航海技术嗯，这个真的是比较特别哈。我看那个文献呢，它其实把那个双体两个独木舟凑在一起的那个技术啊，也称为逆风航海技术哦。也就是说，他们定义的那个什么逆风航海技术是那个阿美族啊。其实我们其实在描述上不能完全说阿美族到了那个哪里啊？到了那个美拉尼西亚，一直到往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万纳度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萨摩尔那边其实原则上那边的阿美族已经不阿美族了。我跟你们讲一个逻辑就是说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它从关岛再往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新几内亚那边移动的时候啊，我们的爸爸已经变人了，就是说他到了某一个地方，因为他是采母系社会入赘的方式所以那当地的男人都会入赘到本来的阿美族的那个群体，所以我们保留了母系的 DNA， 但是我们爸爸的 DNA 都变成当地人了，所以他最后到了萨摩亚，到了复活节岛，到了纽西兰原则上他们的那个父系都已经换人了，但是只是母系还是阿美族的，就这样子所以如果在描述上不能一直讲说到了那边还是阿美族你只能说到了那边还保有阿美族的母系社会DNA 也是属于阿美族母系的，就这样子。我了解，因为男的都到处风流这样，我知道。也不是说男的到处风流啦，应该是说阿美族出去因为他还是采用那个所谓亚少母系社会的模式，所以他会开放那个男人入赘嘛。可是阿美族去了人家的地盘，哪有那么多男人？所以变成当地的男人会入赘到阿美族的这个团体，所以会变成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航海大迁徙那个 B4A1A 那个基因啊都没有变可是爸爸那边的基因都变了，我们的爸爸是 O1 跟 O3，因为都混的是爸爸那边了，妈妈是等于说不一样的。在一个区域，就是妈妈那个区域，就是形成一个母系社会，是这样。对，这个我有听有了解到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有时候那个描述的时候会要谨慎一点不能说那个阿美族迁徙到东复活节岛，大家会被人家骂。这个我了解。我们说那个带有 B4A1A 的母系氏族的基因有到纽西兰啊、夏威夷啊、东复活节岛这样是 OK 的。对，等一下会像金川老师讲的很风流啊，是吧？所以我们阿美族人口很多，就是这样啊，有系统的这样。对，很多是很多啦，我们的人都跑出去了。如果你确定你那个什么，你如果真的理解阿美族人口应该要更多才对。但是我们都出去了。台湾我跟你讲，我看这个整个阿美那个整个 B4A1A 的大迁徙也印证了一个阿美族从来没有把台湾当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我们的错觉，这是我们自以为阿美族人住在台湾，这个是一个完全的错觉。我反倒觉得，如果你要去统计人数，搞不好菲律宾的 B4A1A 的人比台湾还多嘞。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因为你从菲律宾那边出发会远比从台湾这边出发来的简单你知道吗？
对啊，就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们毕竟是住在台湾嘛，所以我们的主体性还是以台湾为主啦。会有这种，但是我跟你讲，阿美族人，你真的认真讲哦，带有 B4A1A 的人哦，很多哦，非常多而且是我们从台湾离开，对，从台湾离开的这只 B4A1A， 它有多少后代啊？在全世界各地一大堆呢。我看菲律宾占大部分了，没有什么菲律宾，到处哦，你那个印尼啦那一带哈。都有啦，你整个南太平洋都是 B4A1A 的那个种子啊，就这样讲。对了，那个只要我们阿美族迁徙到的都有那个基因。对，很多嘞，哇，而且很广。好，那 OK，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要讨论那个金川老师的是那个逆风航海技术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哦。阿美族人不是又讲错了，那个 B4A1A 的基因进入到那个萨摩亚群岛，不是群岛，进入到萨摩亚之后，那边发明了一个叫做双体独木舟，就是2个独木舟凑在一起那个我看那个网络的写法是说，那一种东西也等同于逆风航海技术，也就是说，如果从文献的角度他们认为那个南岛民族他学会逆风航海技术的时间点是在那个萨摩亚那边，我觉得太慢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那个距今差不多1000多年了，那个已经很后面了，所以这个问题很大了。但是我自己最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有发现这个逆风航海技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啊。它其实我在看那个网络的一些资料的时候，还有那些影片，我发现那个逆风航海技术很容易，你就会发现有这个效果了。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帆在作为航海的一个帆船有帆的那种船包括独木舟作为航海的一个工具的时候，你很容易会发现逆风的时候船会侧走，这个其实很容易发现呢。所以你划久的时候，你会发现逆风的时候就可以前进，因为你只要侧着走就可以前进了。但是问题点是说会容易翻船的，因为它有侧。我今天有传那个图片嘛，它很容易那个就是翻船，所以它下面会有一个稳流板。那南岛民族今天信燕有 po 啊，我们除了稳流板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延伸的那个叫什么有点忘记，就螃蟹船它可以往旁边延伸的那个东西会让我们船身更稳定那原则上逆风航海技术不难，真的一点都不难。有用帆在划船的，一定很容易有发现这个现象，而且很简单的，因为它那个原理很简单，但是你用那个所谓的理论去解释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飞机的原理，你知道吗？就是飞机起飞的原理讲那个你们要头昏，但是它真的操作起来很容易就知道有这个现象了，不难。所以我觉得以前早期的阿美族人发现逆风航海技术，你说在4000年左右，我觉得一点都不是问题，因为真的很容易发现它有这个作用大概是这样。那金川老师，那你有没有想要讲哪一方面你特别有兴趣的？这个有分如果说我们这个有会逆风航海技术的这个，它也是有靠那个什么黑潮洋流在使用嘛，是这样吗？它也是有靠这样。一定，我跟你讲，那个所有的洋流都是风造成的。可是底下是有把他们带的黑潮，像也许以前他们就是经过像宜啊、像维宜啊什么，它有黑潮潮流，顺着，因为我们原住民阿美族不是喜欢捕鱼嘛，可能也会沿着那个这样就航行出去这样。我是这样想啦，因为如果你是顺着黑潮走，那个就不用逆风航海技术啊。今天我们讨论的那个逆风航海技术是逆着黑潮走啊。好，这个好。
我讲他其这个，实为什么会讨论这个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金川老师可能有一些地方，如果你有听到，就是4200年阿美族人从菲律宾到台湾很简单，他只要顺着黑潮顺的就到台湾了。可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点是说，阿美族人再从台湾往菲律宾走怎么办？怎么走？这个就是问题啦，因为是逆着黑潮走啊。如果你没有逆风航海技术，你没有办法从台湾到菲律宾，就是这样。因为黑潮也是有季节性产生的嘛，不是一年四季都是黑潮这样。对啊，它有季节性没错，它是一季节年四季性它都往北啊，它一年四季都是由南往北走啊，它没有由北往南啊，所以你不管哪个季节黑潮都是由南往北这样走。好，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嘛。现在因为你看那个之前那个信彦啊，他有去用一个公式算出来嘛。我们黑潮我们用一节它是一节每秒一节每秒是2公尺每秒是往2公尺由南而北这样子流动嘞。你想想看，你由南而北用滑的，你滑一步就退3步了，滑一步退3步，你根本没有办法往前滑。如果你只是用划船的方式，根本就是累死你，划不动啊，菲律宾划不动。这样可以理解所以它必须要有逆风航海技术，它才可以逆着那个流往菲律宾移动。这个是一定要有的技术了，不然它就只好用绕的。我们之前有提到它怎么绕嘛，它是从那个先过了那个恒春半岛，先穿过去从那个社寮那边，因为那边有一个龟山遗址嘛，就阿美族的铁器时代他那个地方就是阿美族人要去下南洋的第一站他再往北走到台南就达里萨干的位置嘛，再从那个澎湖那边用绕的，用那个中国沿岸流再去南洋，这个就是完全顺的顺流这样走。那我们现在比较需要研究的是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就是说到社寮的那个时候4000多年的时候，我们就逆流到菲律宾了。这件事就是我们一直很困扰的事情对啊，所以这个技术比较特别。对，它必须要有技术，不然它就要有路径。我今天下午不是 po 了一大堆冬天的那个黑潮会有漩涡的时候当你黑潮产生漩涡那一瞬间会有回来的那个，就是会倒回来走的一个机会。我就找了几个图嘛，就是有几张图是有机会是有办法是顺的。那个信彦有提到那个巴士海峡那个地方蛮危险，事实上没有错。之前李金星老师就有提到，我们一般在那个岛屿的尾端或尖端的时候，通常那边的洋流就会很乱，很容易吞噬那边的船只，所以一般人不喜欢在那个就是在岛屿的那个末端因为很容易那种洋流会很混乱，会让船只的航行不稳定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就是有可能它有好的路径的，不过这个都是理论上从图去找的。第二个，阿美族真的要回来的话，就是逆风航海的技术，就大概是这样。好，收到，可以可以一样，我也会准备那个啦，10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的问题会这样设计的，就是说，那个逆风航海的技术是什么？为什么需要逆风航海逆风航海的技术？为什么？第3个问如何？今天我就把那个设计的过程嘛，还有它的那个技巧有用那个图文的方式呈现所以大概你们的问题都会有3大类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大概你们每个都是这样。好 ，OK， 好，谢谢。可以可以。好，那个信彦你想到了吗？Hello， 是，我有一个方向，但是有一点乱。没关系，我想到是，阿美族的形成。
哦，阿美族的形成哦，这个然后问题啊，它的流向，然后跑到变成是流向跑到万纳度那边，然后又流向到菲律宾那边，然后各自形成他们的文化，然后又从菲律宾又到台湾，然后又形成了一个文化这样子。信燕，不好意思，我都一直叫你信燕，我不知道你姓什么。我们会就是叫我信燕就可以。上面有写啊，姓许，没关系颜如许，许哦，许啊颜如许。OK， 没关系，我打完整一点的啦。可以，信燕这个不错哦，这个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李进兴老师受访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啊，阿美族这三个字啊，事实上是很晚期才出现的。大概第一次看到阿美族三个字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阿梅藩，有没有？才有这个词汇啊。而且它是一个社的名字啊，它也不是族群的名字，它是一个社的名字。那我现在在想说，你讲这个问题真的很不错，因为我们之所以有阿美族的主体性哦，第一个那个什么是阿美族，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看我们讲拉兰勒斯也是阿美族嘛，那个巴奇萨也是阿美族，可是他们的妈妈的 DNA 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两个都可以称为阿美族？对啊，你看那个拉兰勒斯的 DNA 啊，那个不是巴奇萨的 DNA， 别的地方也有啊，又不是只有阿美族才有。那个我们以前曾经在那个文献里面有看到那个达里萨干，他到了利乌西的时候，他本来在等北方的船回来嘛，回到利乌西他等不到，后来他放弃了，他就回去往那个恒春那边移动。他们的过程中讲了一段话，就说，对，因为应该不是这样讲，是他在过程中他就开始问说，你是讲板炸这个话的人吗？他到处问，为什么他这样问呢？因为当时的是所谓大家都在撤退，大家都在逃难的阶段，每一个人都很担心，就是说自己的那个跟别的互动的过程的可能有安危吧，我在想有这个问题，所以他那个时候提出的就是说，你是跟我讲一样话的人吗？这个就很神奇咯，你是跟我讲一样话的人吗？所以那时候的民族的认同跟民族的确认是用我跟你讲同样话的人，我们是同一群人。你从那个文献可以发现这一件事，就是说阿美族最初的认同方式是用语言，而且是特别是在那个撤退期那一个阶段，就是大家都在那个往花东这一带移动的时候，因为北边也不稳定，那个南部台南那边也不稳定的时候，大家都有想要撤退到比较安定安全的地方，但是有一群人就会说，你是跟我讲一样话的人吗？你看那个族群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形成的，不然在那个之前根本没有阿美族这三个字啊。那这样讲呢，凯明老师是不是就在500-6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那个话题说，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的说的话？没有，那500-600年前还算早嘞。应该清朝什么时候？你自己看。400年啊哦，100年左右。清朝还是那个呢？清朝末期呢？哎呀，清朝末年。清朝末年呢？对啊。对啊。了解。其实阿美族的形成是很慢才形成的。这个阿美族这个名字是很慢很后面才有的，对。所以我们大家是凝聚在一个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好玩的地方在这边啊。那新也可以思考看看哦。阿美族人也是从语言学那边嘛，对不对？那个阿美族人就是我们以前到底是不是讲阿美语这句话也很好玩的。你看，如果我们都讲阿美语的话，为什么到了那个阿美族人往那个万纳度啊，往那个东加，往那个斐济啊，往那个萨摩亚，最后到复活节啊，到那个纽西兰，到夏威夷，怎么没有一个话是阿美语？你们没有发现吗？对啊，我觉得这才奇怪，因为是同一个语言，应该一样，对不对？对啊。
他们只有说哦，有几个单词一样，每次那个毛利人跟台湾的都是讲那几个单字，什么党营啊，什么马大啊、林马，这个很多南岛语都一样啊，又不是只有阿美语。我跟你讲，这个问题点就很大了。当初那个台湾啊，他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啊，一定有一支的拿哨是具有所谓的话语权啊，然后它主导了整个语言发展的方向。你们还记得那个我们在讨论那个我们那个巴塞语的时候啊，北边讲的话跟东边讲的话，跟南边讲的话，跟台南那边讲的话是可以互通的。他说这个时候有一种语言叫做共通语言。那他讲这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表示有人的话不一样才需要用共通语言啊。也就是说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神父啊，他在噶玛兰那边就问说，你们怎么会讲两种话？那个噶玛兰族就是说，我们有跟他们讲一样的话，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必须要交换东西，然后所以使用了那个交换者的语言啊，那个交换者的语言就是巴塞人嘛。那巴塞人他讲的话其实就是阿美语啦。那你到了台南那边呢？难道西拉雅人是讲阿美语吗？不过我怀疑也有可能啊，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讲西拉雅语，但是他们交易的时候还是必须要讲阿美语，所以变成说大家在做交易的过程中会使用一个共通语言。但是你用久了，你就会讲你看那个噶玛兰族多么会讲阿美语啊！如果噶玛兰族你不给他认定的时候，过了一代之后，他的小朋友还会以为他是阿美族人呢。会讲，对啊，所以我在想有可能这个语言呢，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它是一直在变迁的。你们看那个，你其实不用想阿美族啦，你想那个我们台湾的发展就好。日本时代的时候，你的阿公阿嬷讲什么话？日本话讲日语可是到那个什么那个清朝或者是郑成功时代的时候，开始讲闽南语了。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讲国语了。兴业，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谁是老大，我们就讲他的话。阿美族人你不要看我们阿美族人从文献上来看南岛人一直不断在殖民。我讲的是殖民这两个字你从很多文献有看到他们用殖民这两个字。被殖民南岛民族不断在殖民所谓的南太平洋地方的岛国人民，也就是说汉人在殖民原住民原住民在殖民那个岛国那个南太平洋的那一些人，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别人欺负我们，我们又欺负别人了，大概就是一个欺负一个了。讲白一点，兴业，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语言到了那个地方你看特别是我刚刚有提到的阿美族人的人，就是离开台湾的人真的不多，他一直迁徙的过程，他保有一个母系社会的状态。可是你看那个有人研究那个 Y 染色体我们那个跟美拉尼西亚跟那个米克罗尼西亚那边的 Y 染色体的 DNA 跟我们那个阿美族原来的 Y 染色体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我们阿美族虽然到了那边之后，但是他让那边的男人入赘到阿美族的社会，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话也带了进来，所以那个话开始变质了。那他一直移动，一直有新的男人，一直移动，一直有新的男人，所以导致整个我们在追那个 B4A4A 的 B4A1A 的时候，我们都不追男人了，因为男人全部换人做了。所以阿美族的皮肤从 O1 的皮肤跟 O3 的皮肤变成 C 跟 D 的皮肤了，就是它越来越黑，它越往那个，比如说去那个美拉尼西亚或复活节岛或者夏威夷到了纽西兰他的皮肤越来越黑，因为他跟当地的人混血了，是这样。所以不止 DNA Y 染色体不一样连语言都不一样，它整个变迁是这样。但是回到你最想要讨论的东西是，
民族的形成哦，这个东西就牵涉到民族学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民族本身是一个主观跟客观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啊。就好像沙奇莱雅明明是阿美族，他为什么说他是沙奇莱雅，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说民族本身的认定哦，有时候要有一点主观性，搭配一些客观的条件就会形成。但是你说这个民族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你也可以说不是。我举例说明，那个比如说太鲁阁族啊跟赛德克啊，他明明是同一个民族哦，太鲁阁跟赛德克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吵架呢。我大学就看过了，我一个大学的学长是赛德克的，还有一个学姐是太鲁阁的，结果他们两个人用那个他们的话在吵架，他们讲全族语耶。你看，所以你看，有人说我是赛德克族的啊，我是太鲁阁族的啊，明明就一样。可是你再回推哦，可能更早以前，在上千年，赛德克跟那个太鲁阁又可能是泰雅族分出来的，他们的话又同源，可能在更久以前他们的话还一样。但因为现在话不一样，他们就有不一样的认同啊。但是纵使话一样，他们还是可以分成两族，这是我真的佩服的地方。大概是这样。信燕，你可以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可以啊，可以哦。所以其实民族的形成哦，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议题的。没关系，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完成。因为阿美族的形成呢，我们就3个东西可以比较明确哦，就它的迁徙的过程，跟它的 DNA， 还有它的那个过去发展的那个整个留下来的考古记录嘛，还有我们的最重要的雅绍哦，是互相结盟的，才会产生一个那个所谓的共同体的概念。我就是想要从你刚刚讲那3个开始，可以哦，从那3个开始，然后再变成，然后后面就哪少就换其他老师这样。可以啊，可以啊。像那个我大概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我所知道的是，在阿美族之前的时候，以前老人家哦要去拜访他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啊，他们都会问那个是阿扎乌玛那阿扎万甘木这样，他都会以那个阿少的。你如果说你是达里萨干的话，我们那木切拉这样，你们带头的是谁呀？还是谁呀？阿少那木就在问那个阿少是谁啦。哎呀，以前我是被我爸爸背到那个加入栏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有那个寒暄的话哦。我现在慢慢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公阿桑那么就加，都会先问这些人呐、你就跟嘛你呀，那么呢，忙个么阿桑那么忙个么这样啊。所以那个阿美族的这个阿美的这个形成之前不是，应该这个名称之前的话是用那个阿少的名称来那个，对，来称呼的啦。没错。我的意思。好，我知道报告完毕。没关系，我知道小白老师的意思，就像那个很多手嘛，你哪一户的手嘛，哪一户的手嘛，会这样讲哎，你买手嘛，这样那个意思差不多。哎呀，因为那个名字都一样。对啊，是哪一户的？姓什么的？哎，哪一户的？是可以哪一户翻起来的。的熟嘛？你是哪一户的熟嘛？变成这样。对，像你看我们那个海岸线的那个雅绍哦，就很清楚的。像你看那个李金星老师他们的那个，他每次在讲说他们的广播哦，就会直接称呼那个雅绍的名字呢，就是直接在
他们那个部落广播的时候啊，哦，他们直接称那个亚绍的名字哦。所以我们在达曼哦，像我的部落嘛，在达曼那边呢，我们每次在办那个什么皇家的那个什么亲戚，宗亲会，什么宗亲啊，宗亲会了，全部聚在一起的，全部是起维利安的，对啊，所以就变成他们那些长辈都有这个观念呢，所以这一群人全部都是起维利安的人啊，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次的这种皇室的，但是他们好像已经不太会用几维利安，他们都用皇家。事实上，这些皇家的人全部都是几维利安的人。法洛老师，那我们追得到吗？慢，我们都紧拿散的，可以啊，可以追得到。我们追得到了，紧拿散来一个说。对啊。哎呀，我们是。真饼那边也有，长光也有，可以追哦。其实你们可以把这个，可以把那个人啊上的那个连接起来，搞不好你们把它要是整合起来，你可以找到源头嘞。对呀，对呀，因为吉兰阿善这个阿绍哦，真的是我知道这个吉兰阿这个你在那个文献都找不到这个阿绍，因为它不是古老的阿绍。通常我们新兴的亚绍哦，一定是某一个亚绍分支出来的，然后分支出来之后，它开始也是马福绕嘛，就是乱窜嘛，然后变成大家都到处跑了，然后到时候不知道你的原来，像那个之前那个古油案也是啊，他们那个现在追到他们的钱达拉古巴，对达拉古巴也不是说那个最古老的哦，但是达拉古你可以在那个荷兰的文献可以看得到哦。哎呀，对，400年前真的有达拉古这个部落哦。对啊，达拉古花莲那边。对啊，但是我们看那个400年前的那个文献啊，你就找不到吉兰阿善这个找不到，所以一定是从哪一个阿绍分出来，你们可以去找看看。可是现在已经很多人很喜欢把吉兰阿善当成圣山哦。那他其实这个解释就很怪了，就是阿美族的历史变得很短了，对啊。如果你要把吉兰阿善当成是那个什么发源的，什么十拉拿告那种哦，那个整个历史的被压缩的变得很短，变成所以我会这样讲哈。那我们台湾分布的这些东部的这些阿美族哈，他的亚绍，我所认知的。只有5大族啊，后面分出来的那几个亚绍，就像刚刚讲的一样，会有那个吉兰阿善，会有那个很多的那个比较小，哪里什么的，哪里啊，沙里布奈啊，都是小，都是后来的，对啊。所以真正来讲是5个真正的亚绍是这样，我只是知道是这个5个而已，后面会变成那个马里克老师哦，我跟你讲哦，其实哦，阿美族哦，不能讲说5大亚绍啦，阿美族真的哦，从文献看哦，有人曾经调查到60几个亚绍，你知道？我再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你就懂这个逻辑的。阿美族在4200年进入台湾之后嘛。这个时候的高山族哦，很奇怪，他们因为疟疾或者是洪水的关系，全部往高山移动，而且是至少1000公尺以上，一直到现在都没变。也就是说，4200年前他们移动到现在的位置，跟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差不了多少呢？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移动？是因为可能有生病啊？我一直在想，是不是阿美族进来时候把病带进来的？对啊，你还记得那个殖民者的什么枪炮弹药还有疾病那个有一本书吗？因为我们是从菲律宾进来台湾的嘛，他们可能很久没有看到外来的人进来了，他们可能我们就把病带进去啊，我们已经有抗体了嘛。我们抗体很强啊。我在猜啦，我是自己乱猜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对的，应该是对的啊。我们抗体，你看抗体很强。对，我的意思是说，有可能是我们带进来一些疾病啊，导致他们什么疟疾啊，什么死掉，就往山上跑嘛。但是有一些人没有跑，有一些人还是待在平原。马里盖老师，我要跟你讲，就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阿美族的 DNA 多了很多那种现在高山民族的 DNA， 我们不会莫名其妙多了这些其他族群的 DNA， 这是通婚。对呀、所以那个亚少才一直就这样子来延伸出来的。对，亚少是什么意思？你们要先定义，亚少就是以女方为主的性质，所以其他族群它也会变成母系啊，就男生就要入赘，就变了一大堆的亚少，就是这样子。对，那但是大的亚少会活着，小的亚少有的会依附在大的亚少，就变亚少了。这个小白老师大家可以说明一下，有一些小亚少他就说啊，我依附你，我就变成你的亚少，等到我壮大的时候，我又回复我的亚少。小白老师，你要不要讲这一段？这一段其实李老师也有讲过，就是依附在别的那个亚少然后有这样的故事了。过去有母拿链就是了，有这样的故事，有这样延伸了，确实是如此了。对，母拿链就是了。所以那个我们千万不能讲那个，因为我就是担心马里跟老师没有所谓本来有几个五大，我们那个五大亚少是因为我们从后面往前推的，就是说北边有巴塞嘛，南边有达里萨干呐，是因为我们从文献里面看到他们的发展很强势，所以回推到底是哪个亚少形成这样的强势的族群嘛？那中间那三个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巴吉卡、吉维利安跟达兰厄斯嘛，因为他们的人就是前三多的嘛，人数越多，表示说他们已经把小的亚少都吃掉了，他们自己也壮大了。那过去有60几个亚少，你看很多亚少都不见了，那有些亚少就变成人数很少了，就变成，可是我们要想想看阿美族那么多女生的 DNA 啊，所以表示说我们其实跟那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族群在4200年后，我们开始跟平地的高山族啊，就是没有移动到高山那一群人互动。从哪里看得出来？你们知道吗？就是从那个我们在做南岛预录的时候啊，为什么阿美族可以到处跟人家做交易？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好像很熟因为通婚了，已经通婚了，通婚了啦。我终于想通了，已经通婚了。你们还知道我们之前曾经有一个八仔族，他们身体里面有11%的米田堡的血统。对。那个八仔族位在什么位置？你们靠近台中北部的那一带呢？我们阿美族怎么跑到那边有跟人家有互动？那个时候南岛预录的时候，他们不是在交易吗？怎么那个地方会有米田堡那么多比例的？推算起来大概是几年？那个时候南岛那个预录的时候是差不多是3400年到2400年之间。这个台中的我是说这个台中的。对，就是台中的啊。阿美族进来的时候是4200年嘛。那他那个路径怎么进来的呢？那时候，那他们阿美族后来他南岛，我们不是有挖到丰田玉，开始做交易嘛？那我们全台各地都有地方交易嘛？那为什么我给你看这张图了？我今天本来没有说要讲内容，因为我们内容在那个讨论。我给你看这一张图，那个就会比较可以清楚那个知道那个早期的那个。我们看那个南岛预录有一张图很经典这张图你们看这张图就是我们那个红色点点啊，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丰田玉那个位置在那个花莲那一带你看它的内销的路径有没有往那个宜兰，往桃园，是不是？还有往那个应该是新竹，还没有到台中大概那个八仔族就是在那个位置。没有，在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黄点点，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黄点点？有八仔族就是在大概是这个箭头这个位置。会不会是当时的那个泰雅族？哎，不是那个塞夏族啊？有可能啊，我们有我们的母系的 DNA 有一大堆塞夏族的。塞夏族，我后来查到，我自己都吓到，怎么那么多塞夏族的 DNA？ 对啊，他们也很白啊。我跟你讲这个逻辑啊，就是阿美族哦，在进入台湾之后哦，跟我们的高山族哦，没有离开平地的高山族哦，大量的互动。通婚了，最后可能就通婚了，所以我们的母系的 DNA 很多，所以我们有那么多亚少是正常的，因为本来就应该会有那么多那个亚少的。那我们原来的那个亚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就是带有 B4A1A 我们 B4A1A 是从我们从那个摩鹿加群岛一直到菲律宾这边得到的嘛。那我们的 E1A 是在巽他古路那一带得到。其实以前的巽他古路它其实要算中国的南方的一大堆，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的 E1A 是在中国的南方得到的因为以前巽他古路是连在一起的，跟那个中国大陆的南方所以后面衍生很多E1A 啊。我们这两个基因E1A 跟那个什么 B4A1A 比较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两大的那个亚少的它的那个基因很强，它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变少所以我们阿美族的前三多的族群，第一就是巴吉大嘛，第二就是拉兰厄斯，第三就是吉维利亚，所以这是最多人的前3名的氏族。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往回推就会知道那个，因为我们怎么往回推呢？我们看那个巴吉大，它的范围就是在月眉那一带那就变成就是说它是从花莲溪登陆，这个就没有问题。那个荷兰的文献也大部分看到巴吉大的活动范围。那拉兰厄斯就更不用讲了，他们是卑南文化的创始者嘛，那就是在卑南溪那边登陆嘛。那吉维利亚的推估的方式比较没有那么的明确啦，因为吉维利亚说真的，它比较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啦，所以我们只能就人数上的角度去判断第一就是说它的那个水莲那一带水莲溪嘛，它那边有吉维利亚，然后它有着那个早期的那个什么神文陶的时代的文物嘛，那边有挖到。所以就很多时候是用古代的那个它的考古的遗址去推这个族群因为你知道吗？现在的水莲已经没有吉维利亚了，他们已经离开了嘛，所以可想而知他们是最早住在那边的人所以我们就这样推，大概这3个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嘛。那北边的巴塞跟法塞到底有没有连结这个其实我们是用语言学的方式去推巴塞他讲的话是阿美语所以巴塞严格讲应该是法塞而且我们以前南斯阿美讲那个 F 的音，他不会念法，他是念巴，他是念巴，所以可能这个音会比较像。那达里萨干就更不用讲了，达里萨干就是他那个萨干本身就是抬刺砍的意思，那达里萨干又是最会做生意的一个亚少嘛，他到处跑，他这个文献写到阿美族到处乱跑的，到处交易的，就是达里萨干这个亚少，所以我们推那个5大氏族是这样推的，是结果推到原因的，所以我们说登陆到台湾的5大氏族不是说一登陆就叫这个名字的，我们通常会说这个氏族的联盟，这个氏族的祖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你进来的时候，我哪知道你叫什么亚少，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推那个亚少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台湾只有几个亚少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不要下一个绝对的用那个绝对的那种答案给人家我们就是中性的我们一般像那个最近那个升龙哥
他在节目上有提到那个 B4A1A 的，他们因为利用那个逆风航海技术嘛，往那个大洋洲甚至到那个波利尼西亚的那个三角，这个大三角嘛，大三角就是指复活节嘛，夏威夷跟纽西兰。其实真正的逆风航海技术文献上提到的是要克服这个大三角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个大三角都是很远的航行啊，它不是用跳岛的方式，所以它必须利用那个逆风航海系的技术，而且我们赤道的洋流是从东边往西边流嘛，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克服那个洋流的那个反方向的力量啊。不过这个还有很多可以讨论，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发现到那个4年一次的倒流的那个时间，你们知道吗？我们那个赤道流每4年会倒流一次，本来是由东向西嘛，它每4年会又变成由西向东，就会变成被那边的萨摩尔的那边的那个阿美族的祖先呢，他发现到有这个现象他就往东边这样子顺着洋流移过去了，也不是逆流，也不是逆风航海。逆风航海其实是一个很累人的工作啦，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啦。台湾到菲律宾我倒是觉得可以，但是你要从那个萨摩亚一直到那个复活节岛，一直用逆风航海技术，会累死你哦。你要一直走 Z 字形，那个弯来弯去，那个累死，累嘞，那没办法，对啊。大概是这样。星海老师就是说，我们在讲马绍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跟那个女方那边的血统结合。那阿美族真的有太多高山民族的血统了，所以我们阿美族的长相为什么那么多元，就是这样，有很像汉人的，有很黑的，有很白又很高的，对。有的五官很立体的，有的五官又没有那么立体，就是说你看阿美族人很怪，他好像是不是那么单纯，他就是不单纯，他就是这个原因。对啊，他的妈妈太多了，身高平平，有的都很高呢。对，他就是很不单纯的一个然后民族，皮肤也比较深，有的很白，有的很深，对啊，就是小白老师，上次我们问到那个锦南鹿角的那个事主，有没有去问了？小白老师，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在，没关系。大概我们在我们那个题目都会帮各位设计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太多。每一题我们就设计，然后找答案。我还是提那个跟各位那个就是提示一下，我们的问题就是三种属性的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大家也有从这个方面去思考就可以了。好，小白老师换你了，你的题目。我题目我还是在想说怎么从非洲一直到东南亚这个地方怎么出发的？对呀，老师，你确定你要讲这个 DNA 很难讲呢？就是迁移路线哪个地方？但是他那个要牵涉到很多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对，你要对那个什么西行的智人还有你经过的路径跟谁混血你又到哪里还读了O1、O3。那小白老师，你是很有兴趣吗？还是说你是被逼到没有什么话题，只好讲这个了？也没有想到什么没有，老师，你讲你最有兴趣的，你最想知道什么？我想，我再想想看好了好不好？我在想，老师，你等一下，反正我们9点以前你想到一下好，你先想一下。好，我们还有谁？我看一下。新燕，
哦，没了哦。好，最后一个，对对对。那我现在问，再回到各位每个编辑委员哦，那我们刚刚我刻意每个东西都讲多一点了，让你们有一点点感觉哦。有没有人想要换题目，或者是想要确定自己讲的内容的方向跟属性，想要更厘清一下？有没有？我们除了小白老师以外，4位编辑委员有没有人又有不同的想法？有吗？还是都你们对于你们的题目都已经确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是不是？还是要找资料。我的基本上是这个方向。可以哦，逆风航海技术可以啊。是，好，谢谢。我的也是大概那个方向，学习路径，大概。对对对，那个松林大哥那个影片我再传给你哦，好，你就仔细听哦，因为那个龙康讲的那个部分哦，很细。哦，好。对，对他讲那个南边的亚绍哦，往北边迁徙的那个路径讲得很细。哦，那你传给我，然后再整理一下，然后对对对，那个好，那 OK 了。那星海老师呢？星海老师不在了。还在啊。他可能没有，可能他不方便讲，没关系。信燕这边呢？可以啊，但是我是要从那个什么，那个亮岛那边基因留下来，剩下那个泰雅族跟阿美族留在那边，然后在菲律宾又上去，然后融合阿美族这样子讲吗？哦，你想要从 DNA 讲是不是也可以啊？对啊，我觉得这样的行程比较有启程的感觉。可以，你可以拉到那个我们讲的奇河洞遗址亮岛那边开始讲，可以啊，没问题。然后我在想收尾是要收到哪去？收尾哦，就是你就收到现在的阿美族的认同啊，又是另外一种认同。哦，收到现在。对啊，你就收到现在啊。你看我们现在那个清朝那边，我们现在阿美族的认同哦，其实跟400年前的认同又不一样哦。对啊，完全不一样哎。那你又刚刚提到说是那个 B4A1A 的大迁徙哦，那个时候有没有阿美族的概念是没有哦？他们到底是什么认同哦？有可能只有亚绍的概念而已，没有族的概念，只有亚绍。所以你可以用那种，因为阿美族这3个字形成这个概念哦，其实是很晚期的，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共同体啦。通常我们有族群的概念，因为有外族的压力才会有族群的概念，通常是这样。通常你被外族统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原来我们是同一族的，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你在统治别人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当被人家统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有了，要团结了，是吧？可以啊，那个信燕没问题，我们再研究一下。因为阿美族的 DNA 哦，最后一个 DNA 的获得是在那个菲律宾那一带哦，它是 B4A1A， 也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那个母系的 DNA 哦。那你讲的那个亮岛哦，亮岛那边的人的没有 B4A1A，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 B4A1A， 他们只有 E1A。那跟我们最亲的是那个 E1A1 哦 ，E1A1 是泰雅族。那你也可以讲那个兴业，你也可以讲那个我们的爸爸，我们的爸爸是 O1 加 O3 各一半，也就是这是在台湾最特别的。大部分的台湾的那个南岛民族的爸爸都是 O1， 他们几乎没有 O3， 有 O3 也是跟阿美族通婚的。那或者是后来才进来的 O3， 那阿美族有 O3 这件事哦，我一直觉得那个森龙哥常常有提到说，那个 DNA 会
会创造它这个民族它的所谓的文化发展的取向，这个我完全认同。欧山本身就有侵略性格，欧山就是北方的那种民族，就是有侵略性格的，所以欧山跑到阿美族的身体哦，就是一种侵略的性格，所以他为什么会往那个南岛这边扩张哦？其实跟欧山的个性是很像的。就是说，欧山就是从北方一直把欧万赶到南边，或者是把欧万同化。这个历史是一个，你直接对应就可以知道，以前北方的民族他就是这那个德性，用武力统治南方的德性啊。事实上，南方比较文明的，文明是指它的物质文化比较高级，北方比较落后。但是北方的人就很悍呐，那就是用武力啊，想要统治一切嘛。那阿美族有一半欧山的，你就可以想想看，有欧山的我们当然就会一直无限度的扩张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兴业你要不要连爸爸的一起讲？哇，超长的这样。对，因为我们常常避开欧万跟欧山哦，是不想讲我们是汉人的后代了。避开。对啊。我们通常讲 B4A1A 跟 E1A 是用母系去讲哦，因为这两个 DNA 是比较是南方的人啊，但是我们的身体带有 O3 是北方的人，是很北方哦。对啊，我们是带有非常北方的人，几乎就是华夏民族的起源的那一批人啊。华夏，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讲这一个 DNA 造成的经验。后面O1 A3 O1 跟 O3就是一个侵略性格的 DNA， 它天生就会压制 O1。我跟你讲，这个有一个逻辑，我自己查，我有发现 O 会压制 C，O 会压制 C 跟 D。以前 C 跟 D 就是住在中国大陆啊，可是为什么 O 进来的时候 C 跟 D 都不见了？要么被同化，要么被赶走。那可是 O 里面还有 O1、O2、O3， 那 O3又是一个更有侵略性格，他把 O2 跟 O1 又把它同化掉，我甚至把 O1 往南边改。那你看阿美族有 O3 又有 O1，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哦，讲白一点哦，我们的那种就是那个汉人的基因啊，就是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欧的基因比例还是真的比较多啦。对啊，那你说我们后来到了南方之后，跟南边的妈妈哦，真正的南岛人的基因啊 ，B4A1A 跟 E1A 是真正的南岛基因哦，不是像大陆跟你讲那个说O1才是南岛，他故意要把他们的领土往南边算，才说O1是南岛，O1才不是南岛基因的，O1就是欧分出来的。所以逻辑上是阿美族之所以成为阿美族的最关键的 DNA 是 B4A1A 跟 E1A 这两个最重要的基因了，那其他都是外加的啦。那阿美族有航海的能力哦，是 O1 造成的，因为 O1 其实是欧里面的航海民族。对啊，那我们不能说西没有功劳啦，因为西真的就是在海边走的那一种，就是靠海走，一直走到台湾的那一群，后来又走到日本，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船的这种东西啊。那O1很早就发展出船了，可能没有那么高档的船啊，但是他们很早就发展出船了。O1甚至发展出华夏民族的先驱，叫做那个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整个汉人哦，华夏民族最早的文明呢，而且是非常文明的 O1呢。但是 O1又被 O3干掉了，O3就往下攻嘛，就把所以 O3又是创造了现在的所谓的汉人的那种，所以你没有发现汉人的那个侵略性格就很重。我们其实跟汉人相处，我们的 DNA 是被压制的，你们知道吗？因为汉人的 O3还是比我们阿美族的 O3多很多啊，所以变成他们压制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是大于我们体内的 O3跟 O1，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讲那个阿美族可以从母系的角度切入啦，会比较像阿美族啦。那如果你提一点O1跟O3，会更有一点点那个阿美族对不起那个南岛民族扩张的那种企图心，就是跟O3一样。为什么我们会往那个什么那个复活节啊、纽西兰大迁那个就是一直扩张，那个就是典型的殖民心态。其实你看那个国外的文献他把南岛人到那个美拉尼西亚、米克罗尼西亚跟波利尼西亚，他把它当成殖民他用殖民这2个字，他才不是说过去玩他说他殖民了那边的人他是用殖民这2个字我一直不想用这2个字啊，因为觉得好像怪怪的，我们这个民族会去殖民别人吗？好像很怪，大概是这样。就像你讲的一样嘛，就殖民到那个台中，就我很不喜欢用这个角度啊。我们阿美族有 B4A1A 跟 E1A 它一定是一个比较以母系为主、比较平和的合作跟互动方式，绝对不是去统治别人。我觉得文献这样子写很不公平对啊，不知道现场森龙哥有在吗？森龙哥，你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有感觉到阿美族去那么多的群岛去殖民别人吗？没有，我都没想过这个事。我跟你讲，外国的文献都这样写。是啊。真的。可是我们的民族性跟殖民没有关系吧？因为那个殖民，它必须要有，你知道那个殖民的意思是什么？殖民就是去，原则上简单讲，你就是去统治他们，就是他们会强占他们，统治他们，同化他们，对，统治然后同化，对，对啊，这个感觉好像跟阿美族不一样。对啊，所以我不喜欢讲这个词汇啊。你说泰雅族还有可能格格不入不是，我觉得如果说第一个条件是为了生存第二个条件是像那个拉拉的话，他们为什么那么强势？是不是不是因为是 DNA 的问题而是为了生存我的意见是这样。我突然觉得这句话其实用一个角度想，其实还蛮贴切的。为什么？如果你要去殖民人的话，你第一个就是要同化他，怎么同化？把他变成我的人，就是把他变成没有错，就是把我们的血液直接进入到他们身体，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对啊，所以他用殖民这，有点过头，但是又好像又是对。我觉得阿爸那时候的民主就是想这样子，你就是我们的人这样子。对了，就有一点点好像，今天你的感觉也是这样，好像有点对，好像怪怪的。可我一直觉得怪怪的啊。对，因为我们这样平衡和善这样子怪比较不符合阿美族的那种民族性那种性格有没有？我看那个感觉，高山民族才有这种想要把人杀。对，反而是高山民族才有这个性格，怪怪的。有杀头过吗？我们没有吧？也有。我们都在做生意，还杀头嘞！杀头不要跟我们做生意了。对啊，好像都是高山民族。已经在台湾了，所以必须要保护自己，以至于会杀头，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啊。我知道，其实我发现这个就是那种西方的白人主义跟那个汉人主义的思维，在解读这个历史的时候，用他们自己的模式在解释我们这个南岛民族扩张的过程。对呀，我觉得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南岛民族扩张这个过程。对呀。可是按我们阿美族的文化以及他们的性格性情，不是那种会去侵略
或去殖民别的族群的人啊。对啊，对啊，对啊，大家都很难理解，对不对？文献就这样对啊，对啊。我跟你讲，他这一段写在哪边最清楚，就是拉比塔这一段。拉比塔就是我们那个从那个台湾到菲律宾嘛，再往那个关岛嘛，然后开始一个那个密克罗尼西亚，一直到美拉尼西亚，到那个波利尼西亚这一段呢，他都统称这一段叫殖民，那个南岛民族去殖民南太平洋岛上的民族的一个过程。他是用这种，他直接这样讲啊。他们是不是为了要扩张自己的那个？没有啦，他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 B4A1A 这一支系统的人在殖民整个南岛。我讲的是O3，讲的。对啊，我就说我们里面有O3没？哎呀，可是有没有我看这个？O3是后面才来的嘛。森龙哥，你说？哦，我看这个殖民的定义啊，因为我在想说，文献他们在使用这个名词的这个词的时候，一定是有它的那个基础嘛。那我看这个殖民的定义就是说，大规模的人口移动，然后但是呢，它会跟它的祖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哦。其实我想一想，好像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航海的能力是够的，那以至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可能进出当地的人数或者是说次数都很频繁，然后但是我们又没有把那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家，对，还是以台湾为主，或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我知道，可能是这样的误解吧。郑龙老师的想法就是，当初那个英国殖民香港是一样的道理啊。对啊，对啊，意思概念差不多啊。意思概念差不多啊。他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文献还有提到哦，这个他们常常讲那个殖民者嘛，就是那个他们讲的那个枪炮。还有那个疾病嘛，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忘记了。钢铁是不是？digging， 就是那个殖民者带到那个一些那个少数民族地带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了。那我有看到南岛民族哦，因为你们知道吗？阿美族那个从来就没有得到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周族啊，他们死于那个什么，是霍乱吗？还是什么？忘记了。死于那种就是那个殖民者带来的疾病嘛。我们台湾很多有就是死在这种疾病的。你有听过阿美族的吗？几乎没有听过。我跟你讲，文献就有提到了，当那个南岛人哦，就是在扩张的过程哦，把疾病带到南岛，所以导致那个南岛很多大量的那个 C 跟 D 的人死掉。这个文献有写到，所以我们过去后也不用统治他们，我们把疾病带过去就够。好像是那个化学战就好了。可是阿美族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嘛，他怎么知道？没有啊，因为我们抗体我们自己不知道嘛。就是谁知道？但是我们把疾病带去，我们本身有抗体啊。可是当地的 C 跟 D 就没有就变成他们没有那个抗体比较弱啊，容易他们就其实这个我有一些就是比较是外国的文献都有提到，那个南岛民族所谓在殖民那些南太平洋岛国的时候，南太平洋岛屿的那些岛上的人民的时候啊，常常会因为带过去的疾病让他们那个就是怎么样，就会有那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的现象。那个瘟疫啊，瘟疫。对，就是瘟疫啦。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段呢，因为
刚刚好那个信燕有想要讲这一段呢，就是我们不能把那个什么，那个法若，我跟你讲哦，你们现在讲这些话哦，我跟你讲 DNA 是什么事情哦？你们现在讲你们是吉郎阿善的原因哦，假设你们妈妈是吉郎阿善嘛，对不对？假设你的爸爸是什么？我阿公那边是姆纳列。摩拿列，好，你看哦，所以你爸爸那边是摩拿列，你妈妈这边是吉郎阿善。我跟对，我阿有一个嬷那边是吉郎阿善。我问你哦，如果他生的小孩也是算是吉郎阿善嘛，对不对？你的小孩也算吉郎阿善，对不对？对。好哦，你的小孩是吉郎阿善哦。假设你的小孩是男的，好，他又娶了一个吉维利安的女生，还会变成吉。那我问你，你的小孩的那个母系的 DNA 是谁？变成吉维利安啊？对呀，你们的血统里面有巴吉拉，有拉兰厄斯啊，甚至有达利萨干啊，你们只是一定有。我跟你讲，你不能说我们是吉郎阿善的巴吉拉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你只是被盖掉而已，你只是现在暂时是吉郎阿善，你的下一代可能变成别的阿少了，就是他会盖掉，爸爸会把前一个爸爸盖掉，妈妈会把前一个妈妈盖掉。对，因为拉夫萨达就盖掉，一直盖。他会盖掉，所以你现在讲你是吉郎阿善，你的上一代可能是巴吉拉，在上一代吉维利亚，在上一代拉兰厄斯，所以阿美族没有办法分你我了，就是这个原因，他一直盖来盖去了。对，盖来盖去，嘎拉夫来，嘎拉夫去，就是这些。对，你要想 DNA 就是这样，妈妈会盖你现在的妈妈会盖掉前一个妈妈，你现在的爸爸会盖掉前一个爸爸，所以你的 DNA 爸爸跟妈妈的 DNA 会以你最近的为主，但是你能说你的以前的祖先没有巴吉拉吗？怎么可能？对啊，应该有啦，就像我们部落那个我阿公那边的摩纳列就变弱了啊，没有差一点就笑。那个法若，我要跟你讲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阿美族人呢，已经4200年到现在已经超级久了，每一个人的身上不是一定会有你的隔代，一定不是拉兰厄斯就是巴吉拉，不然就是吉维利亚，甚至达利萨干或者是什么嘎古巴、姆纳利都有可能。所以阿美族现在在讨论阿少的时候，不要以自己的阿少来作为主要的那个，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的上几代早就混得乱七八糟了？对了，经过了几千年。对，所以我们的里面只能追溯到自己的前一代的那个。你的妈妈如果是 B4A1 呢，你就变成 B4A1 呢，就这样子啊。那为什么 B4A1A 那么的重要？因为它迁出去的时候它那个跳岛的方式这个 B4A1A 都没有被污染到，它没有别的妈妈把它盖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知道。这是男的，对吧？它那个 B4A1A 它没有被别的妈妈的 DNA 盖掉，它一直保有。所以它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是说，它一直跳岛，它都是 B4A1A， 它没有变成 E1A 哦，有没有变成 N 什么 N7B， 它也不会变呢。对，所以你说是 A1A， 那不就是男的了吗？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男系了。就是说，阿美族在跳岛的过程中，它的母系从来没有被取代掉。就是14A1，不是 B4B ABC 的 B4A1A，它从来都没有被取代，它这个母系稳固到什么？一直到马达加斯加岛，它都是保有原来的那一个母系。为什么？喂，新燕好，为什么？你这样讲好像有点特别，完全都没有被。完全，因为没有人可以取代这一只，所以它之所以强大，就如果它一旦被另外一个女生的 DNA 混的时候，它的下一代就变成新的女生的 DNA 了。不太懂了，你再讲一遍好吧？不是那个
那个新海老师，我跟你讲 ，DNA 你只能拿你妈妈的，你不能拿你阿嬷的、阿公的，你拿不到。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妈妈生的孩子是我们嘛？你看，你妈妈生女儿嘛，你的女儿在生小孩，那小孩要是女儿哦，然后女儿再生女儿，一直要生女儿，你这个 B4A1A 才会一直没有断，才会一直存在啦，才会一直存在。存在。你看那个母系社会，它的稳固性多强大，强大到没有别的女生的 DNA 进去。对，了解。那了解。好玩的地方是男生一直换人，女生没有变。哦，难怪那么多事主都是男生在变。那个是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 B4A1A 之所以可怕的地方是说，它这么多跳岛的过程，它从来没有把女方的 DNA 被当地的人取代掉，但是我们的男方一直被取代，就是入赘的人一直是当地的男生入赘进来，一直被取代，一直被取代了。对，信燕，你可以理解吗？信燕，我刚刚讲这一段，就真的多嘛，而且都是女性了，一定要都是女性。信燕，你再讲一遍，你刚刚的声音我没听到。信燕，你是人口很多啊，然后都是女生，有听到吗？对，有，你看讯号数嘛，有点。没关系，信燕，你的那边可能比较远哦。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把捷克出去这一群的亚少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是说，他们的母系的系统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母系的系统取代掉，所以他们可以一直把 B4A1A 一直延续到夏威夷、到复活节岛、到纽西兰，甚至到马达加斯加，它从来就没有被取代掉。你可以看看之前那个黄玉玲老师，他不是有说，我们把吉萨的人很骄傲，都不希望别人那个进来。所以这个是可能就是这个民族性本身的，他对保有自己的 DNA 的那种氏族的使命感，或者是他们的强大吧，我也不会讲就是很神奇，他竟然可以保留的那么完整。我们的那个 B4A1A 只是后面加几个数字，就是他们的下一代啊。比如说 B4A1A1、B4A1A2、B4A1A3，它只能这样改的。哎呀，对，它不是，它没有变成 E1A 变成 N7B 或者是变 DC5，它没有变成这个不同的亚少它还是保有。它也不会变成一啊，它也不会变成什么，就变成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的亚少那么伟大我们讲伟大，它真的很伟大这个你看那个地图它写的都是 B4A1A 到复活节 ，B4A1A 到那个纽西兰 ，B4A1A 到夏威夷 ，B4A1A 到马达加斯加，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亚少的厉害的地方。对，另外一个E1A 也很厉害啦。那E1A 就是南方的那个亚少，他就是比较会做生意的亚少，所以你看他的基因就是 E1A、E1A1、E1A1A 这样，它就是有一种叠加，因为它的下一代会叠加，它也是保留的很完整。我记得凯明老师你有讲过我们是航海的民族，你看在2000年航海民族嘛，对，2000年前。你看从菲律宾一直往北移的时候要到台湾，你看，他是亚少出来嘛，亚少出来出船，然后去做生意嘛。那母系呢就在家里了，是不是这样讲？母系会在家，然后男的那个父系呢就出海，一出海的时候呢，所以呢母系这边的有时候。这些父系的可能遇难了什么的，这些母系的就没有那个父亲回来，就其他的那个父系进来这个亚少了，所以他的那个
的那个 DNA 一直是没有办法，不会分对对对对，是，对你这样讲没有错啊，就是男生死光了，女生的nga哨都不会消失啊。对，奇怪了，很奇怪，身体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看我们阿美族有60几个nga哨，你不觉得逻辑上不可能那么多嘛？所以我们阿美族就是跟高山民族的那个女性嘛有通婚嘛，才会创造那么多的别的nga哨啊。但是这些nga哨都没有办法成气候啊，他们就是要么就并到大的nga哨，要么就消失，就这样。对，有这个现象。病。所以你们大家一定不要搞混哦，就是说你是吉朗阿善的那个nga哨哦，不见得你的上一代哦的你的那个氏族也是吉朗阿善哦，他可能是别的，是因为你的爸爸可能就是入赘到一个地方，那生下了你又变成那个妈妈的nga哨，你就变成一直跟着妈妈走嘛，你的小孩也会跟着妈妈走啊。对，所以你现在是吉朗阿善，因为我们这个编辑团队哦，不要说因为你是，比如说小白老师是达里萨干，就说哦，我每次都在讲达里萨干的，你是把吉他就我都在，其实我们的身上都有啦，只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代有而已，4200年应该都有啦，就是不知道哪一代有啦。只是你现在叫吉朗阿善嘛，因为你是直接是拿你妈妈那边的 DNA 嘛，就是你妈妈的nga哨，就是所以你去测哦，你的母系的染色体就是你妈妈的啊，你也不会拿到你阿嬷的，不可能。对，哦，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就是说那个大航海时代的那个 B4A1A 哦，之所以强大哦，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创造，它实在太强了，它整个移动的过程完全没有被取代掉。所以你看看那个外国的文献会说殖民、统治这些比较，我们觉得在阿美族身上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哦，在文献上是有提到。对呀，想说我们的性格那么平和，对呀，乱写啊。那我们很少几乎没有跟别的种族在那边起冲突。哪边的性格呢？好和平慢，爱好和平。哎呀，原则上不会啦，所以我们是和平的统治啦，就这样讲，和平的殖民。和平吧。对啊，应该是用通婚的方式，不是用那种武力还是什么的方式去。对的，绝对不会。到我们的民族性应该是不太会有这种。对，民族性格没有到那边说去杀人家，还是去霸占人家的，应该是没有这个性格存在。好，那没关系，小白老师，我们给你那个30分钟了哦，你讲到了吗？小白妈妈，小白老师，我有听到那个，我关那个麦克风。那个，如果可以讲那个什么巽他古路那边呢，从那边接进来。好了，老师，我感觉你一直想要讲那个迁移，没关系，我就给你讲那个阿美族哦，在外面的迁移哦。要不然就讲大的，就是4200讲大的，讲大一点的。对啊，老师要讲，妈妈要讲大一点的。对，我们就直接就是说还没有进到台湾以前的迁移啦，这样可以吗？可以。森龙哥，这样子会不会符合你刚刚所谓的比较大的概念？对啊，讲大一点，就是不要那么细节，就是整个就是DNA 的话就没办法区域的迁移，从哪里拿？区域的 ，OK， 可以啊。对。
因为哦，那小白老师他可能要用主语嘛，主语的话，他可能有一些他要先讲一下。等一下哦，对，申龙哥讲到重点了，我挂号一下。重复那个李金星老师讲的。哎呦，金川老师，我不知道你可以全主语吗？还是你要一半一半？我一半一半好了。啊，不一样啦，一半一半的啦。全部都一半一半好了，因为有的翻不出来，真的。信验就是那个随意哈，信验你可以用就是单词哦，有时候讲到单词，你可以讲主语哦。其实我可以建议小白哦，就是听一下那个寻找阿美族角中第1集或第2集，我不是有讲路线吗？其实你那个也可以再讲一遍，因为就是也有长辈跟我们反映哦，说我那一集在讲什么哦，真的哦，他想要听阿美语哦。哦，对，就是他听不懂，因为我可能中文我得写一半一半，可以吗？中文也不太灵光嘛。可以啊。那个申龙哥，你等一下我怕我等一下忘记哦，你等一下要不要把那一集的直接传到群组这样？谁？我会比较。哦，申龙哥，你有听到吗？有，我再传过去。对，你就直接传到群组，我怕等一下我们下线就忘。那个松林大哥，我们讲的主语80%以上就是主语的啦。好，80%有了。对，我没有叫你完全100%全部主语的，对啊，有些词汇放不出来了，有些词汇没有办法讲主语，你就讲中文就好。对，我的意思是这样。等一下那个什么那个龙刚博士的那个传给我整理一下。可以，对哈，还有龙哥，我等一下会传给你，因为那个他讲的很细哈，你可以研究一下。我研究一下，然后我再找方向，这样子比较好讲。对。好。厉害哦！老师，妈妈厉害哦！你要讲那个小白老师他们的马少的历史。对呀，海少，不过凯明一直希望我讲了，我还是没有办法那个呢。我们这个题目你们讲完之后一定会有什么心得？你说我还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反正我们是一个团队嘛，我们就是说只要你们要讲我们就帮你们把资料收齐一点，包括问题跟答案一并给你们这样。好，什么没看到那边广播，好，那个我们现在请申龙哥申龙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会比较好？你最近的节目有内容了吗？要不然就是下周啊。阿嘎，我先教完我的那个星期5的课程。有没有人说你先？我们别人也可以先的。那申龙哥，你说下周是指下礼拜对不对？对啊。下礼拜几？你说录音吗？对，录音，直接录音哦。我们礼拜1这个还是会持续嘛，对不对？对。录音可能要找另外一个时段比较好，对。那就是什么时候好？你要不要安排11月中旬啊？还有10月中旬1票2票。11月中旬已经过了，11月了，11月，也差不多啊，就下一周嘛，差不多嘛，也差不多啊，其实也差不多。下一周嘛，下一周差不多。下一周没有关系啦，你们比较慢的也不用急啊，搞不好小白老师已经可以了。对啊，妈妈先。没有，我们现在人家其他课程呢，金川老师跟信燕搞不好可以啊。对，好，可以啊，他们可以先。我想说，我看完我的那个礼拜5的，我们还是要看吸收一下。小白老师，你要先吗？我先帮你准备。
也可以啊。可以哦。你看小白老师第一个，那你们就是从刚好就接着从那个11月中旬开始。时间的话，我再想一下。好，时间你再安排。我们原对则上，升龙哥我们都是直接线上嘛，对不对？对，线上。对呀、对呀，这样跑来跑去，技术一直接人也不好意思让你接。哎呦，不会了，现在没有接人了，已经多久没有接人这件事了？对啊，啊，是哦，对啊，直接用你的笔电啊、电脑啊，直接电脑那边访谈就好了。哎，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听的广播都是电脑的哦，之前都是现场的，现场的哦。之前是现场，哦，对，是因为我有去过一次了。上个月才是用那个吧，线上嘛。线上的，对对对。难怪听不出来。我想说，感觉好像在现场。哎呀，是哦，你线上的也感觉像现场，是不是？我还没听到我没有听过线上的，就是感觉好像都是在现场。感觉都是在现场啊，我听起来那个背景音乐背景是可以听得出来。哦，因为之前我们在访谈的时候也是都在现场，升龙老师还要从那边载我们，好，他很累了。不会啊，现在其实哦，线上录制哦，我最近我听小白老师的感觉，也没有差很多啊。对啊，那我们是升龙哥，你说我们就是反正不管是广播的录音哦，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线上，我们尽可能就是用接话啦，就是不要同时说话，因为我们这个也在录嘛。对，如果同时大家说，因为没有办法分轨。对对对，因为线上的话，它我们同时说话，它整个就 mix 在一起。对。一问一答的方式先丢出来去。对对对。所以你们尽量哦，跟升龙哥对话的时候，就是不讲话的时候哦，把麦克风关掉；要讲话的时候，不然那个就是说有时候杂音，就升龙哥讲的会混在一起，就没办法后置。那很难后，就没办法后置分轨。可以了，我看你们那个，你知道我原则上哦不会去强迫那个编辑委员哦，就是说一定要出席哦，我们都是自然而然嘛，各位感觉是自然而然形成编辑委员哦。那至于没有办法进来当编辑委员的，就变成咨询委员了。是我的言了。哦，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还是依照各位对这个内容的一个主动性跟兴趣啦哦，我们原则上不强求哦。你可能有些人可能参与到一半，觉得哇这个内容对我来讲可能比较困难，都没关系，我们就用有难度了，难度很高。开放式的那种方式哦，去跟各位合作哦，愿意一直走下去的哦，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就是比较坚强的团队了。OK。好，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已经9:04了，那我们就请那个小白老师要改用主语帮我们收尾一下。哎，妈妈，我尽量了哈。谢谢anakku kita mapulong anini lalaya o kasaswa-swalita. Lulina ito kuna yaita anini kya ora pithaulun nita. Lulina ito 我们可能会更进一步的ida ko sa swalan nita, ida ko sa pagpana ita to siya ita. 尤其是你Selangawan ma hasil na rai no orip no mita nano ti hao tani ni nung ilaan no atin pa tatungo-tungur sanay ko na hoy itaw na kakita nanay sung ilaan ni takuninian diawan hoy tani sa tikul-tikul ni tengil ni sual ko ni nga mapanato kita
虽然我们编辑委员就这几个人，你都当到也是不错的，都很好的，只要你有心，然后好了，等下真的，我很感谢大家。这个也就是我一直在追求、一直期望知道的一个问题。因为李登辉大神还好，有各位大家的协助还有合作感谢大家然后再来的话，希望今天晚上我的么我这么那么爱过我那么这张爱我这一张那我说感谢大家，阿里阿多，那我谢谢。小白老师，来，先那个，我们明天约下午好不好？好啊，你还记得？几点？还记得是